有声书啊，贤是那个字弄错了。读经啊，读经不容易的。读经那个内容很深的，也想讲大德讲解易经，大德讲解四书，大德讲解四书呢，都是不容易。解释要找网路了。如果用手机，屏幕正下方 OK Google， 正下方圆圈长按2-3秒，然后说 OK Google， 请帮忙搜寻四书的讲解，然后的易经的讲解啊，或者是周易禅解的解释啊，周易禅解在解说，你看。读经教育延续，这都是闽南语读经的了。心经、弥勒真经，然后百孝经、道次宗旨、礼运大通篇、太上感应篇、清净经，不，没有太上感应篇，没有念了，没有印那个在念，是念太上清净经。诸子自家格言，后面三字经千字文。